今晚帶大家去一個我自己一直好想試嘅中環酒吧，叫 Think Wine。佢位於中環 Shelley Street 呢邊，不過佢個入口都有啲難去，就喺條天橋隔籬嘅一個商場叫 LL Tower 2樓，我都揾咗好耐先揾到。呢間 wine bar 最強嘅地方係佢哋個 wine list，burn drink menu 有好多頁，全部密密麻麻都係酒名，簡直係博物館級數。好似話有超過600款由世界各地嘅葡萄酒，尤其係法國葡萄酒，話係特別出色。今日我就過嚟呢度試下先，上到去入面係暗暗咁嘅，都 OK， 幾有格調，同朋友 happy hour， 男女朋友約會都唔錯嘅。但係想真係認真品酒，呢度絕對係個好嘅選擇嚟。坐低之後第一時間梗係睇酒單，第一杯我點咗來自法國2021年嘅 Saint Joseph 白酒。通常大家聽 Saint Joseph 可能會諗起紅酒，但其實佢哋嘅白酒主要用 Marsanne 同 Roussanne 釀造，搖下佢都聞到白花香同埋少少成熟梨子嘅香氣，口感係 dry 嘅，幾啱我。我點咗個 Melted Saint Nectaire， 仲加咗 ham 同香腸。Saint Nectaire 係一種來自法國嘅芝士，本身帶有好濃嘅奶香同少少堅果味。佢哋將佢成個放入原木盒熱溶，中間仲熱起晒泡咁，圍住一圈鋪滿晒 cold cut。食法係攞一塊法式酸種麵包，夾埋片火腿，然後直接點 cheese 食。cheese 嘅味道好濃郁，整熱咗嘅芝士好香，食落鹹鹹香香嘅芝士味係好正。火腿嘅鹹鮮有幾倍芝士嘅奶香，好有層次嘅口感，邪惡到100分，但完全停唔到手嘅。食緊之際，我又叫咗第二杯試下，奧地利 Kamptal 產區酒莊 Leumer 2023年嘅 Grüner Veltliner， 咁呢杯就 refresh 啲嘅，個芝士咁濃味，清爽啲嘅酒就好似夾啲。呢度個露台位置望住中環夜景，雖然唔係啲咩靚景，但係都 OK 嘅。總結嚟講 Think Wine 都主要係個飲酒嘅地方，真係有好多有質素嘅選擇，而佢哋食物嘅質素同個地方都尚算 OK。如果你都想同朋友搵地方 chill 下，因為其實平日放工嗰時都唔多人大把位，中意靜嘅呢度絕對係好選擇。如果真係對飲酒有要求，呢度就一定滿足到啦。我自己就飲酒，唔係太高要求，啱飲就得。呢度2杯酒大概300蚊，唔算貴嘅。有其他價錢更貴、更有質素嘅酒，不過我唔太識品嘗，就無謂叫啦。個芝士加 ham 就大概300蚊，份量都夠2個人嚟食。不過好似冇 main course，所以認真食飯呢度就未必合適啦。如果你除咗中意食嘢之外，仲中意聽客歌嘅話，可以去我頻道睇睇。我平時會寫客歌，有興趣可以聽下。多謝。如果你喜歡今集嘅影片，請幫我點個讚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